以保障农民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苏花公路的中德路段前几日落大雨，又搁发生崩山。虽然目前是已经抢通啊，不过现场是还搁继续的施工，逐日敢若开放3个时段会当通行。为着要因应昨日来中秋的交通量，公路总局是宣布对明仔载下晡5点开始，先暂停施工的交通管制，开放予人塞车过去。 为着要赶紧甲苏花公路装着受损长的路段抢通，工程人员透明赶工课，要甲绑落的土木清好清气。目前虽然已经会当通行，不过因为路也真下，工程车嘛要继续施工。装着的管制站目前也是依期每一天开放3个时段会当通行。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管制，是对我们最好。是，但是你一定要管制的话，我们也是要配合他们。即马中秋就要到啊，公路总局考虑管制可能会对回乡的车流造成不便。 苏花公路9月13下晡5点，一直到18早起8点，暂停施工的管制。9月13号下午5点，就是礼拜5下班以后就开始不管制了然后一直到那个18号上午8点，意思就是上班日上午的8点，这段时间都不管制。另外，苏花界中间崩坑，目前路南的车道正在进行排水道的工程，车就要改走旧台9线苏花公路。 不过，考虑山区有当时也会上大雨，造成安全问题。目前正在研究中间崩坑，上班的车路敢是要开放。灾前有达到所谓预警值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进行所谓单线双向的一个管制通行，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。让主要的车流可以经由那个中人隧道来做单线双向的一个通行。公路总局强调讲，为18早起8点会恢复施工的管制，这个期间会放行3届。 时间是早起10点，中昼12点，下晡3点会开放通行。若下晡5点到隔顿天早起的8点，还有休困日规工是无管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宏泰倍必佳。